48集，我嚟遲啦。前文再續書接上一回。話說三個副指揮使曹繼雲、曾飛宇一縱身落到咗金龍武士身後，其他5人要追，卻被金龍武士手中火衝發射嘅飛彈從半空中逼落。雖有咗嗰數十個武林高手教訓，但群雄中有好多命都唔要嘅人想上台捉豬其肉，仍不斷嘅一向台上躍去。只聽砰嘅一響，緊接住就係轟嘅一聲，一條人影終於被擊個正着，成身上下發出一聲巨響，人被炸到粉碎，火苗四射，將身邊7個人亦燒着埋。嗰7個人滾落台去，響地上碌住，慘叫不已啊！大方禪師同飛鴻真人悲嘆一聲，大手一揮，發出強大嘅氣勁，將佢哋身上所着個火滅掉。但人呢已經係奄奄一息啦。方明見到呢個火衝嘅威力，面上一驚，猜想呢個飛彈之中必暗藏歹毒嘅火氣。大方禪師運起佛門獅子哮，大聲嗌道：諸位武林朋友，唔好輕舉妄動，請聽貧僧一言。眾人只覺耳鼓一陣嗡嗡響，教場即時靜咗落嚟。有人話：大方禪師，你嗌我哋唔好輕舉妄動，唔通要我哋乾等住送死或者俯首聽命咩？有人怕死，唔想同朝廷硬講，就話啦：朝廷嘅火氣咁犀利嘅話，我睇我哋再聽朝廷嘅命令啦，大不了。呢個人話都未講完，即係做咗好多人嘅唾罵。但係群雄中有一部分人早就有投降朝廷之意啦，見有人帶頭噃，就七嘴八舌咁出嚟幫啲人講話啦，即係出現咗滑稽嘅場面。群雄分咗兩團，大嘈起身，成個鬧市咁啊！知其玉見咗，面上劃過一道冷笑。其實佢亦知道，光憑朝廷呢啲火氣同埋弓箭手，絕冇可能將教場內唔聽話嘅武能人全部殺掉嘅。強如選出嚟嘅10大高手之輩，只要肯捨身往外逃係點都擋唔住嘅。而且更加重要嘅係噃，如果將全場人逼到無路可逃，人人搏命，再多嚟一批神經型嘅人亦萬萬擋不住啊！正因為群雄根本就冇可能齊心協力，好多人都響度投鼠忌器、見風使舵，朝廷呢一方咁先佔咗上風嘅啫。就響群雄吵到不可開交時候，離教場數里開外，從東南西北4個方向嘅4條道上行嚟咗12個人，每個方向3個。呢12個人大聲講笑住，似乎係傾到咗咩開心嘅事。如果人從高處睇落去嘅話，亦會驚訝嘅發現一個不可思議嘅情形：4批人離教場距離相差無幾，儘管響度移動，但同教場嘅遠近始終保持住幾乎相同距離。佢哋嘅步伐極為神奇，腳步移動得慢，但係速度佢快出奇啊！大笑聲中，回來就嚟咗教場里許開外啦。圍欄4個方向嘅為首將官內功亦係唔淺嘅，一見有人離近，運氣傳話，都話：來者何人？朝廷重地，仲唔趕快走開？唔聽勸告者，亂箭射殺！12個人好似冇聽見咁啊！笑聲突然間傳咗過嚟，12個頂尖好手齊聲發出個大笑，哇！幾乎要將圍欄震塌啊！音波遠遠激到，震到圍欄上一干官兵氣血沸騰。教場內嘅人亦覺得睇落嘅真氣不安咁運動起身，人人變色。哇！乜嘢人竟然有咁深厚嘅內力啊！而且一下子嚟咗12個。朱祁鈺面色大變啊！佢話：金龍武將4個副指揮使上去睇下出咗乜嘢事。9人身形啱啱起，突然落翻咗原地，一起一落，快如閃電。原來佢哋啱啱起身，即時各自遭到一股強大嘅氣勁嘅威脅。其中5道
就係嚟自台上嘅方建明等5人，另外4道佢係嚟自台下群雄之中。一條人影從群雄中嘅飛身而出，只聽砰砰6聲響聲，6個金龍武士開動咗火衝嘅機關。嗰個人將手中個幡子靈活一舞，殺出一道怪異嘅真氣。6枚飛彈擊中真氣，真氣散咗，飛彈亦落咗落嚟咯噃。令人企喺台上哈哈一笑，笑聲顯示精深嘅內力啊！佢話：小王爺仲唔退兵？朱祁鈺啱要下令放箭啫，卻遠遠望見圍欄上嘅官兵一個個冧低落去，只係一眨眼功夫啊，就冧咗成半數啦。佢即時呆晒咯，乜都講唔出嚟。砰嘅一聲巨響，北邊嗰扇巨大嘅門瞬息之間被一股龐大嘅刀氣震破，全身分裂，刀氣意猶未盡，向台嘅呢一頭啊飛咗過嚟。群雄只覺頭頂上空有一股氣流劃過，嚇到渾身冷汗直飆啊！刀氣呢去得真係快啊！到咗台上將3個金龍武士擊中，3人啊連慘叫都未發出，飛出去撞喺圍欄上。身上盔甲片片碎裂，人自然係丟咗性命啦。一個身材高大嘅中年人緩緩咁行入較場，一股強大嘅氣勢從佢身上發出。佢每走一步，好多人嘅心臟都跟隨住跳動。佢身上冇刀，刀氣係從咩地方發出嘅呢？唔通佢嘅人就係刀？方建明遠咁望見呢個人，哇，心頭真係興奮啊！中年人行咗一段路，停住啦。咁佢行呢一段路嘅時候，較場內邊個都唔敢出聲，好怕一出聲啊，嗰股強大嘅刀氣就會斬向佢。中年人猛一抬頭，咧住一笑，佢話：唔好意思，我嚟遲啦。佢睇向平台，目光柔軟而又空靈，仿佛藏住無窮嘅力量。聽吱吱一聲歡叫，一條生得好似松鼠咁嘅動物啦，從人群度連閃咁嘅飛咗出嚟。呢一飛，即時睇得咗佢嘅神奇之處。佢雖然冇生嘅對影，凌空所環到嘅距離，似乎人嘅想象之外。20丈嘅距離，淨係20丈嘅距離啊！麒麟樹一出現，方建明面上露咗一絲微笑，目光隨住麒麟樹嘅身影，一直落到中年人嘅身上。中年人嘅修為盡管已達無上境界，但見到麒麟樹呢，最覺夾不住怪係一種充滿咗神異嘅笑意，伸手一揸就將麒麟樹揸到手入邊啦。中年人仰天大笑，哈哈哈哈哈！阿毛啊，我哋終於又見面咯！麒麟樹擦咗鮮紅嘅脷頭，向對方面上狂舔起身，響群雄面前能做出咁樣唔睇人眼色行事嘅人，天下能夠有幾個？呢個中年人係邊個？即係天榜高手刀神楚東流。黃髮老怪睇到刀神，睇落佢真氣不由自主嘅運轉起身，有股強大嘅氣勁向外擴張，將身邊一啲人都推咗出去。剎那當先發現佢嘅異常啦，心中大吃一驚，未等氣勁嚟到，就佢一中躍到咗2丈外。於是企喺黃髮老怪左手5尺之處，突然覺得一股怪異嘅氣勁強烈咁推逼住佢，扭頭睇佢嘅時候，面上微微露出一絲驚異之色，就諗：哇！呢個家伙好精深嘅功力啊！我仲以為佢係同我一個檔次嘅咧，原來佢比我高咗一截。佢個弟子啊，雖然係自大，但係佢本人呢，佢又唔係咁樣噃。佢點講都好，亦稱得上係西域嘅一代高手。既然知道唔係黃髮老怪對手啦，就裝作若無其事嘅樣行到一邊啦。不過佢行得咁輕鬆啊，其武功可見一斑啊！嗰5個從波斯嚟嘅，着住黑色長袍、長住濃密鬍鬚嘅高大老者，本來呢係一字排響黃髮老怪右手靠後嘅。呢5個人總係閉住嘴唇，好似係啞嘅咁嘅。佢嚟宮中8日噶啦，好少同人傾過偈。宮中啲人暗中都稱佢哋為怪物。
各位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歡迎收聽少林八傳，本作品由廣東暢讀出品，作者天魔城，演播廣土人。401集，邀約武林大會。前文再續書接上一回。話說宮中嘅人暗中都稱呢5個從波斯嚟嘅人為怪物。當呢5個怪物發現黃髮老怪強烈嘅氣勁嘅時候，五人嘅眉頭都係皺咗一皺。最左同最右2人替身呢就好似站耐咗要出嚟活動一下咁嘅，微微咁向前行上一步，氣勁竟然呢冇推動佢哋5人噃。呢個係咩招法呢吓？天下居然有以前進嚟化解力道功夫，波斯武學果真係非同凡響啊！除咗佢哋5位外，只要企響黃髮老怪身邊人都會逼得離佢至少2丈遠。不過呢，黃髮老怪唔敢喐噃，佢想喐，想去揾刀神一較高低啊！8年前佢曾經拜響刀神手下，嗰係佢個恥辱啊！佢本以為8年之後自己嘅武學有咗增進，而對方亦老到差唔多啦，嗰時就能夠擊敗對方。但係睇下依家，刀神非但冇顯老仲顯得更加年輕添，面上冇一絲皺紋嘅。呢難道唔係表明刀神嘅武功已經達到咗無上境界？而呢個境界佢自己仍冇勘破咧。特聽根頓豬八聲音慢慢話道：佛曰，一念如則般若轉，一念智則般若生。施主猶豫不前，乃心中有魔。貧僧觀施主之上，1年之內必有一劫。心魔除掉，則此劫除；心魔唔除，則此劫將令施主萬劫不復。望施主好自為之，善哉。黃髮老怪收翻啲氣勁，佢話：大師之言，在下會時刻記在心上，多謝。哈哈，此人一身桀驁不馴，只對有數得出幾個人服氣嘅啫，冇諗到佢會對呢個根頓豬巴咁客氣嘅。可見呢個根頓豬巴絕非係普通嘅喇嘛。嗰手裏頭拎住幡子，企喺台上嘅人睇一眼窒住喺度嘅朱祁鈺，淡淡一笑：小王爺，武林並唔係咁好對付噶。你王兄唔知係聽信咗邊一個嘅讒言，居然會諗出咁樣一個屎橋嚟脅迫武林中人，真係大大嘅失策。既然你冇話可講咯，就等我嚟講啦。講完，亦唔理朱祁鈺聽咗佢個話之後有咩反應，轉身面對群雄，佢話：諸位武林朋友，等我哋同大家介紹一下呢位破門而入嘅武林前輩，即係天榜上嘅高手刀神楚老前輩。群雄聽咗，好多人都大吃一驚心諗：哇！天榜果然不愧為天榜啊！嗰個人睇咗方劍一眼，笑住話：哈哈，我呢就係江湖百曉生。群雄聽咗議論紛紛。江湖百曉生話：諸位請稍安勿躁，而家響呢個教場外左手一個武功高深嘅前輩，有啲雖然唔係天地榜上嘅人，但武功之高不難相信。有佢哋響度，我可以擔保諸位嘅安全。我早有傳言過，要響擂台大會上現身，並有重大嘅事同各大門派嘅首領商談。但係依家睇嚟，呢件事情暫時係商談不了咯。不過我亦諗到咗一個後招，咁就係響4月初5嘅呢一日，響泰山舉行一次真正嘅武林大會。
希望各位武林朋友能前去商討大計。台下有人起哄，江湖百曉生面色一沉，面色凝重咁話：諸位，你哋怕且唔知道，武林即將面臨住一場大劫難。少林、武當、丐幫呢三大門派都曾遭受過不明身份嘅人攻擊，而家我哋已經查出佢哋係血守門嘅人。諸位諗落冇聽講過呢個門派嘅名字，唔知道佢嘅犀利，但係我江湖百曉生可以用人頭擔保，血守門超乎想象嘅龐大，門中籠絡咗無數奇人異士，甚至在場嘅武林人中，怕且仲有佢哋嘅人。血守門一心想獨霸武林，鏟除異己，因此我哋決唔能夠坐以待斃。4月初5嘅泰山武林大會，我哋將推舉出武林盟主，領導我哋聯手對付血守門。我知道台下嘅人中有唔少黑道上嘅人，但係我可以講俾你哋知，血守門要對付嘅係成個武林，凡係唔聽佢號令嘅，絕唔會放過。我希望你哋亦嚟參加呢個武林大會。最後我要再強調一次，血守門好可怕，可怕得超乎我哋想象之外。武林中嘅人都要團結起嚟，先能夠對付得了血守門。我言盡於此，咁就唔打攪諸位英雄啦。講完，將手中幡子一震，飛身落翻落台。好多人都要去玩呢個江湖百曉生問清事態，見到邊處有幡子嘅蹤影，就往邊一處逼。呢陣只聽刀神大喊一聲話：大門已經被我打開，邊位想走嘅就走啦！再麒麟鼠轉身大步走啦。方權耳邊就傳嚟佢嘅聲音話：明兒，晚上嚟揾我。群龍好怕再有變故啊！即時好似洪水咁嘅湧向大門。嗰圍欄上嘅官兵突然間企咗起身，發現教場外嗰啲可怕高手啊，已經唔見咗咯噃，慌咗一團，拎起弓箭火鋤就向群雄放箭開火。朱祁鈺明白大勢已去，見狀喝道：俾佢哋走，你哋唔要命啦！方仁炳落咗台，響人群中揾到大方禪師等人，跟住人群出咗教場。當佢出咗教場，回頭望去嘅時候，突然諗起初次見到教場嘅時候諗到嘅，當時睇嚟有啲唔可能嘅猜想，冇諗到真嘅會應驗嘅，心中不禁大大咁嘆咗一啖氣。要唔係有義父等人前嚟解圍，都唔知道呢個教場內會埋葬幾多武林豪傑啊！朝廷嘅陰謀被破壞啦，但係武林中人對朝廷更加憤恨，亦越發唔相信。被朝廷殺害嘅人，亦只能夠做冤死鬼。就算佢哋有朋友有親戚，但憑佢哋嘅力量係萬萬不能報得了仇嘅，因為仇人係朝廷。當天京城嘅武林人士走咗成大半，朝廷對此似乎係不聞不問啦。京中依舊好似往日咁熱鬧，少咗武林中人，並冇減弱到京城嘅繁華，即係響熱鬧中少咗好多江湖氣而已。彤雲密布，諗你個寒風時不時掃過古老嘅城池。官道上嚟咗一個長袍老人，老人頭髮花白，亦唔知有幾多歲咯，反正睇起身好老好老。不過相貌佢好威嚴，佢睇起身唔似個旅客，旅客一般身上都有包袱嘅，但佢睇起身亦唔似個客商噃，更加唔似江湖中人。佢普通到就好似一個回家睇孫仔嘅老頭，
血嘅教訓。前文再續書接上一回，話說老人又繼續往前行，突然之間一個人響前方猛然出現，亦唔知道係從咩地方嚟嘅。老人好似冇睇見離人，即管行自己嘅路。眼睇兩人相距越嚟越近，突然之間一股排山倒海嘅氣勁向老人湧咗過嚟。老人睇起身，只係冇發覺到氣勁吹過老人，老人絲毫唔受影響啊！請問老先生係咪姓張啊？老人擔高頭嚟睇睇對方，見一個身着藍衫嘅男子。老人話：係，我姓張。藍身男子話：老先生嘅劍呢？我冇劍。既然冇劍，點嚟比劍啊？因為冇劍，咁先至嚟比劍。你家主人呢？今晚子時紫禁城之巔，我家主人恭候老先生大駕。老人一窒，突然之間明白原因，輕咁嘆咗一聲：啊，佢仲係唔能忘記啊！藍衫男子向老人微微拱身，轉身離開，身形岌咗幾下，就想響大道上啦。暮色降臨，方建明嚟到咗神都門人落腳嘅地方，只見到都神。都神呢正同麒麟鼠鬥落嚟，見佢嚟咗，一拍麒麟鼠個腦袋，麒麟鼠吱一聲向方建明撲過嚟。都神話：哈哈，明兒，祝賀你喺擂台賽上取得好名次啊！方建明伸手捉住撲上嚟嘅麒麟鼠，響佢頭上不輕不重咁敲咗一記。佢話：義父啊，你唔好取笑我啦！如果冇你哋呢啲老前輩及時趕到，我哋咁唔係啊！如果係喺朝廷嘅陰謀中咩？仲談咩名次？啊！實話講俾你知啊，我哋響擂台大會召開嘅第一日就知道咗朝廷嘅陰謀。吓，係咩？咁你哋點解唔早啲公布出嚟啊？要恐嚇我哋知道朝廷嘅險惡用心啊？咁樣就唔使枉死咁多人啊嘛！冇血嘅教訓，武林中人係唔會警醒噶。朝廷永遠係朝廷，佢信奉嘅只有強權，迫使任何勢力臣服於佢。你有啲似多年嘅血手們，我哋之所以嚟遲一步，就係為咗讓泰山嘅武林大會順利召開啊！哦，呢個同泰山大會有咩關係？關係咁就大咯。你諗下，我哋解救咗咁多人，嗰啲人能夠唔去咩？哦，原係咁樣，但係係咪有啲卑鄙呢？明兒唔敢，你涉世始終尚淺啊！唯一能夠團結起身，聯手對付血手們，俾血手們危害武林，撒啲手腕係必須噶。千古以嚟，武林本嚟就係咁個樣，冇心機嘅人響江湖中混，遲早要蝕大底。孩子啊，你今後江湖之路仲長咧，你除咗要保持一顆赤子之心外，仲要提防人哋嘅算計，迫不得已嘅時候要以牙還牙。佢話鋒一轉，佢話：我等陣就要出城啦。你老咁急要出城啊？唔通有咩緊要嘅事情？你就睇到啦，呢度只剩翻我一個人。我從教場翻嚟之後，就已經將雷血佢哋派遣出去辦事啦。呢陣早已經遠離京城咯。我要見一啲老朋友商談大計。佢諗起一件事嚟啦，問：你同慈航軒嘅龍碧雲係咪好朋友嚟噶？方建明點會諗到佢啊？大家提到龍碧雲噶，小心咁問啦：義父啊，你呢個話係咩意思啊？都神大笑一聲，哈哈哈哈，我明白啦，佢非但係你個好朋友，仲係你嘅心上人，紅顏知己。哎呀，好小子啊，你快將佢同我搞掂啊吓，義父等住抱孫噶。不過呢，佢眉頭一皺，你聽日
得講去慈航軒一次。方建明心中疑雲大起，惠陳師太定咗佢擂台大會之後，務必去慈航軒。眼下呢，義父亦要佢趕去噃。慈航軒，唔通慈航軒發咗咩重大嘅事？佢便識話：義父啊，係咪慈航軒發咗咩變故啊？具體我就唔清楚啦。總之你去一趟慈航軒係唔會錯嘅。哦，咁事不宜遲啦，義父啊，我同你老一齊出城啦。賭神笑住話：嗨，咁你又唔使咁急住，我話仲未講完呢，已經有2個高手前去相助啦。天大嘅事由佢哋頂住。再講慈航軒機關重重，號稱武林聖地，能破得了機關嘅人啊，只怕仲未出世呢。方建明亦聽龍碧雲話過，慈航軒機關重重，數百年嚟仲冇人能夠破得了呢。佢略微放咗心啦。佢問義父啊，係邊2個高手啊？一個係醉道人，一個係慈航軒嘅老相好病書生殷無極。哈，原來係佢哋2個老人家，兩老都算得上係我嘅師傅咯。你咩時候拜佢哋為師噶？方建明就將病書生同醉道人傳授俾自己絕技嘅事講咗啦。賭神聽咗之後，哈哈笑道：哈哈，明兒啊，你福分真係唔少啊！義父啊，上元節嗰晚，你老係咪去咗皇宮呢？嗰晚呢，我蒙住面，哈哈，諗唔到俾你睇出嚟添。天竺國大王子同3王子密謀篡位，我受余天都之邀，同佢陪長眉頭陀西入皇宮捉拿天竺叛逆。王振嗰條友仔挾於我哋2個，一直未敢出手。唔係嘅話，長眉頭陀要捉住天竺叛逆，只怕係一啲希望都冇啊！方建明話：哦，難怪王振嗰晚畏手畏腳啦，原係怕咗義父同余前輩。佢反而唔係怕我哋啊！呢個友仔深藏不露，一身陰邪武功，似乎亦踏入咗無上境界咯。義父同佢對決嘅話，勝算係唔大噶。吓，佢咁犀利嘅咩？我聽萬事通話，王振修煉咗一門名叫陰陽符嘅神功。陰陽符乃前期一個宮廷太監所創，忽必烈統一天下之後，搜刮天下武學寶典，藏於宮內。個宮廷太監精通武技，假借看守之名，遍閱寶典，寫一本書，是為陰陽符。但係佢仲未及練成，就俾忽必烈設計處死啦。陰陽符自此失蹤，亦唔知王振係從邊一度揾到嘅。方建明話：王振修煉咗陰陽符，唔通世上就冇人能夠制得住佢咩？陰陽符雖然神通，但亦唔見得係天下第一。不過你門神功極為詭秘，傳說一旦修煉到極致，陰陽互變，乾坤顛倒，要男就男，要女就女。如果係真嘅話，一旦王振修煉成功，佢變翻正常人亦係可能噶。方建明咗一聲：哇，咁嘅武功，我真係第一次聽到啊！世界之大，無奇不有啊！義父活咗成100幾歲咯，所見所聞亦只係滄海一粟咋。方建明轉移話題：義父啊，今日同你同嚟嘅唔知係邊啲前輩呢？呢12個人中，除咗我之外，仲有余天都、白無忌、飛龍子、邱天隱、朱少白、方伯羽、上官無錯、姜無涯、邵不語、譚台拔，最後一個即係余天都從普陀山請嚟嘅世外高人。方建明聽到呢條脷，哇！義父啊，你呢個組合真係太強大啦！難怪朝廷嘅人喺你現身之後，就好似老鼠見咗貓咁噶啦。唉，呢個亦係冇辦法啦，我哋必須聯合起嚟，唔係嘅話，單憑個人嘅力量，馬難同血守門相抗啊！
血手們絕唔會放過我哋呢啲老家伙噶。各位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403集易容。前文再續書接上一回，話說刀神話必須聯合起身，共同對抗血手們。劍明話：義父啊，血手們雖然話勢力龐大啫，但只要你哋天地榜上嘅人能夠聯手對付佢哋，我諗應該會有咩困難啩？刀神面色突然間凝重起身，明兒，你錯啦。姑且唔講天地榜上高手死咗好幾個，就以依家血手們仲未成熟嘅力量嚟睇，就能夠同我哋呢啲老一輩嘅人物一較高低。你話啦，一旦成熟，咁仲了得？佢拍拍方劍明嘅膊頭，佢話：孩子，對付血手們一份重擔，必將落喺你哋年輕人嘅身上。嗱，義父要走啦。下次見面嘅時候，我若見到你嘅刀法唔見長進嘅話，小心我踢你劈劈啊！兩人出嚟，各自分散。方劍明目送刀神遠去，諗起義父成把年紀啦，仲喺度為武林奔波，仍知下次見佢係乜嘢時候啦，不禁有啲傷感。麒麟鼠知道佢依家嘅心情，吱吱咁叫住，扮鬼臉氹佢開心。方劍明見咗佢滑稽嘅樣，忍唔住笑啦，感傷一掃而空。下一陣間，一個乞衣從一旁閃咗出嚟，低聲話道：方少俠話，我哋幫主要見你啊！方劍明知佢係丐幫嘅弟子，岌咗岌頭，飛步而行。冇幾耐，佢嚟到咗丐幫京城分堂。大廳內，華天雲坐喺一張椅上，面色雖然話有啲蒼白啦，但係精神好好。同吳世榮等人有講有笑嘅。方劍明一步行入嚟，叫道：大哥，你好啲啦嘛？眾人起身，華天雲笑住話：哈哈，劍明啊，好出你個寶貝啊！唔係嘅話，我亦唔會好得咁快。麒麟鼠探頭探腦嘅，見咗楊柳月噃，老毛病又嚟啦，呆咁睇住佢。楊柳月發現佢好可愛噃，再加上華天雲醒嚟之後，佢心情大好。就向麒麟鼠嫣然一笑啦！哇，麒麟鼠個魂啊，當堂被勾走咗。方劍明落座之後，見到麒麟鼠咁嘅色樣，一手將佢捉咗起身，按喺左手邊一張椅子上。佢話啦：嗱，你同我老實啲啊吓，規規矩矩咁坐住，唔好惹事。麒麟鼠無辜咁耷低腦袋，大家都笑咗起身啦。方劍明問啦：大哥啊，你而家感覺點樣啊？哈哈，我感覺好好。內傷已經不礙事啦，而且仲覺得體內嘅真氣異常充沛。我本以為遭此大劫之後，就算能夠執翻一條命，武功亦將全廢嘅。但出乎我意料之外，武功非但冇廢到，我仲得到咗一種前所未有嘅領悟添，就好似獲得咗新生咁嘅。嗰兩位前輩，唔知係咩來歷嘅呢？我得前去拜謝。如果冇佢哋嘅話，我早已見閻王去咯。方劍明苦笑話：兩位老前輩啊，乃世外高人，神路唔見首尾嘅，我亦唔知佢哋嘅來歷。華天雲嘆道：咁講嚟啊，我要多謝佢哋嘅話，而得睇有冇福分咯。方劍明話：大哥啊，你唔使放喺心上嘅，兩位老前輩係當世奇人，唔會計較呢種事噶。邊日我遇見咗佢哋啦，就將你嘅謝意轉達俾佢哋，但係咧，我唔敢保證佢哋會嚟見你噶吓。華天雲能夠見到睇唱本同睇漢書，明明有啲失望，但佢身勝豪氣干雲，立即笑住話：咁就只好咁樣啦。佢從懷中揞出青心石睇一下，伸手就除低啦。劍明，呢個寶貝係你家嘅全家寶，大哥。方劍明連忙話啦：大哥啊，呢陣唔好把青心石俾我啊，等呢個內傷完全好晒啦，再俾我都唔遲噶。哎呀，我覺得我內傷好得差唔多噶啦。睇老話過啊，你個內傷要借助青心石慢慢調息，先能夠痊愈噶。你要係依家俾咗我嘅話，就係唔當我係你嘅朋友啦。
華天雲聽咗哈哈一笑，哈哈，見明啊，係大哥多心啦。我哋豈止係朋友啊，我哋應該係兄弟。吳世榮起身話：大哥啊，我同你早已結拜，情同兄弟咁唔使講啦。你同建明一見如故，而我早就將佢當咗自己嘅弟弟啦。不如就此結義，你睇點樣啊？華天雲拍我話：好，正合我意。三人行出大廳，望天拜咗8拜，以下終身情誼。華大哥年紀最大，自係大哥啦。吳世榮居中，成咗二哥。方元最小，當然就係三弟。翻大廳，3碗酒已經擺喺台上邊，三人一啖飲光，按手大笑，十分快活啦。華天雲話：哈哈哈，三弟，我聽二弟話你嘅易容術非常了得，你教下我點樣啊？大哥意思係點噶？我暫時呢唔想以丐幫幫主嘅身份露面。未等佢講完，方永明已經明白啦，當即將華天雲形容成一個相貌普通嘅漢子，亦將點樣改翻原貌講俾佢知。楊柳月啦，左睇右睇，如果唔係佢知道企喺面前嘅人就係華天雲，佢仲認唔出嚟咧。吳世明嘻嘻一笑，湊上前嚟，佢話：嘿，三弟，嗱，你係幫大哥一個忙啊，而得幫二哥一個忙喎。方永明笑住話：吓，二哥，你想嗌我同你易容咩？吳世明你擰頭喺佢耳邊講咗一陣話。方永明話：咁有咩難噃？你嘅事就係我嘅事。事字啱落，聽勁風之聲，一個仍唔知道裝住咩嘅大麻袋從對面屋頂飛咗落嚟，正好就響大廳門口。吳世明飛身而去，喝道：邊個啊？只聽一個笑嘻嘻嘅聲音話啦：同你哋送禮物嘅人啊！方明面寫起，躍動屋外，向住對面屋頂笑住話啦：睇路啊，你點解嚟咗嘅？快落嚟啦！睇長本把聲話到：唔落嚟啦，唔落嚟啦！小兄弟啊，你有時間嘅話，跟我行一趟啦。方明果然話啦：睇路揾我有事啊！呢陣華天雲等人都行咗出嚟，華天雲抱拳話：睇路救命之恩，請受萬倍一拜。睇唱本未等佢拜落去啫，就話：華幫主啊，你未拜啦！老漢嚟呢度係揾小兄弟嘅，老漢有話要跟佢講啊！華天雲雖然想見佢啊，但人家唔現身，只好作罷。佢話：三弟啊，既然睇路揾你有事嘅話，你就去啦，唔好忘記咗你二哥嘅事啊！方巨榮話：哦，我唔會忘記噶，咁我就走咯噃。吹咗個口哨，招呼麒麟鼠，一大一細飛身到咗屋頂，一閃身就唔見啦。吳世明睇咗嗰個大麻袋一眼，見大麻袋裝嘅好似係一個人嚟嘅，成面困惑，大聲嗌啦：喂，睇路啊，你送嘅係咩禮物嚟噶？唔會係人啊嘛？睇長輩把聲又傳過嚟啦：好禮物嚟噶，你打睇睇唔就知道啦咩？方永明出咗分舵，扭頭一睇，就望見睇唱本背對自己，一搖一噏咁往前行住。最上笑到話：睇路啊，咁晏啦，你話我有咩事啊？睇情形，你係要帶我去咩地方嘅？睇唱本擰個頭嚟，瞄咗麒麟鼠一眼，麒麟鼠俾佢睇到啊，成身一震啊！哈，呢個老嘢會以為佢真係松鼠，要劏咗佢用嚟落酒係嘛？麒麟鼠即時雙耳豎直，記得咁睇住睇唱本。睇唱本話：呢條友仔可唔可靠噶？啊！方明一窒，乜嘢？老漢話呢隻麒麟鼠啊，靠唔靠得住噶？佢會唔會出賣你嘅？方明睇佢成本正經嘅樣噃，眼住碌，轉一個壞念頭，心中忍住笑，面上唔帶任何表情咁睇咗麒麟鼠一眼。佢話：呢條友仔啊，最近鬼鬼祟祟噶，八成係投靠咗朝廷，帶落咁多美艷嘅宮女，講唔定被佢哋收買咗咯。睇唱本話：咁好咁好，咁我哋咧就一不做二不休，將佢咧講住做一個斬頭嘅姿勢。佢話：然後咧我哋揾一家酒店，讓啲廚房佬搞一鑊香噴噴嘅麒麟鼠肉，哇！
老何活咗咁多年啦，仲未試過麒麟鼠嘅味道咧。方建明眼見麒麟鼠隆起塊面，佢強忍住笑意，佢話睇路啊，呢個家伙肉係臭噶。各位欲知後事如何，請聽下回分解。